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10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，第19节到23节。出埃及记24章第9节到11节。雅各书第4章第4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忠心。其实今仔日的经文有几来个无共款的面向，通好来讨论，会通讲到基督教信仰中间的原则，嘛会当讲到上帝无伤害人这个主题，也会通讲到忠心服侍，会当讲到圣神，也会当讲到欲望，像咱昨讲到谦卑。今日牧师要对两个角度来切入今仔日的分享，就是用忠心服侍甲上帝无伤害服侍的人。咱伫即几个礼拜中间，伫主日信息的时，咱拢有淡薄仔提到着讲，基督徒应该爱敬畏耶和华。中文叫做敬畏，伫英文的翻译叫做 fear of God， 就是爱惊上帝啦吼。有个人真反对安尼讲法，讲上帝也是讲基督徒的信仰根本就毋是要互惊的啊，上帝是真好的啊吼。这是两个极端啦吼。一个极端是讲上帝足歹啊吼，另外一个极端是讲上帝足好，所以讲袂当讲歹听话吼，这是两个极端吼。其实咱要倒转来看啦吼，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啦吼。无毋对，上帝毋是要互惊的啦吼。但是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啦吼，就是讲，如果基督徒连惊上帝，都毋惊的时阵，伊阁会做啥物好事呢？吼，会遵守上帝的旨意吗？你若毋惊上帝的时阵，你会安怎做？敬畏上帝其实毋是咧讲着上帝一定会安尼处罚人啦，也是讲去伤害人啦吼。虽然即个咱讲刑罚，也是讲伤害，也是讲将来审判，这拢是一种处罚的方法之一啦吼，也是讲教导的方法之一啦。但是请咱会记住，即种伤害处罚毋是敬畏上帝的目的。咱看到伫西奈山骹的以色列人，因听到乒乒乓乓的拍雷声，看到金光四那的即个闪电啊，咱讲四那啦吼，因就安尼真惊吓啦吼。特别佫摩西因为上帝吩咐伊，就甲以色列人讲吼，伫某一个范围的内底，以色列人拢袂当入去哦，若入去就会受着处罚咯，会死哦吼。所以以色列人非常非常惊上帝啊，所以因就甲摩西讲，摩西啊，请你向阮讲话就好啦吼，阮一定听啦。为什么讲？因为因后壁讲，若是上帝向阮讲话吼，恐惊阮会死啦。你看伊讲吼，因安尼惊上帝，惊到即个程度啦吼。出埃及记20章19节的经文安尼记载：看见上帝，听到上帝的声，就一定会死吗？互咱来思考啦吼。咱要对今仔日的经文伫旧约的即个出来记24章第9节到12节的记载，咱看到一项的记载，伊讲伊要出手害以色列尊贵的人，因看见上帝，因也啉，也食也啉。摩西、阿伦、拿达甲阿比户，
以及遮个咱讲老一辈啦吼，遮长老啦、以色列的领袖70位啊，拢去到伫山顶啊。因靠伫遐见着上帝，上帝不但无受气，伊嘛无甲伊伤害。不但安尼，上帝也搁甲因做伙食，还搁做伙啉。为什么？根据咱昨昏看到的记载，伫出来记24章第1节到第8节的经文，咱看到因伫服侍顶悬的迄种有真好的传承啦、训练少年的做伙来烧祭啦吼。以色列人的人民嘛，表达愿意服侍上帝的意思啦。虽然因是因为惊吓产生的敬畏之心。但是上界无因就表现出真好的即个顺服服侍的态度甲使命。咱个书第4章也提醒咱，着爱忠心，毋通违背上帝的旨意。咱昨有讲着讲忠心的服侍就是爱谦卑。伫今仔日个雅各书内底，咱也看到安尼一句话讲：上帝抵挡骄傲的人，赏赐恩惠予遮会谦卑的。因为骄傲就是无甲上帝看在眼内啦，嘛无甲人看在眼内啦。安尼时阵，遮个人骄傲的人就犯着新的诫命中间2条诫尔啦，2条诫就是全部啊吼，就是讲目中无人，搁目中无神啦。安尼人绝对无法度成做忠心的人。因为骄傲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，毋是咧看上帝的恩惠，看重家己的荣耀赢过上帝的荣耀，看重家己的需要赢过其他的人的需要。基督徒应该安怎做？就是爱亲近上帝，毋免惊上帝啦。迄一位去互称做无忠心，领1000箍。下路卜伊就是笨蛋，搁会晓找理由，爱找理由讲我著会惊，安怎安尼啦吼。所以伊就啥物话拢免做啊。雅各书甲咱讲，亲近上帝，伊就亲近恁。恁犯罪的，着洗恁的手；两样的心的人，着清起恁的心，着忧闷哀伤低头，恁的笑就换做哀伤，因的欢喜要换做忧闷。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，伊就要来高升恁。下记7爱较接亲近上帝，爱较接穿卫士裙仔，光你的手腕，闭你的口讲，谦卑来服侍。安尼，咱就会当成做迄个忠心的奴仆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的10月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到第6节，第9到第13节。出埃及记24章第9到第11节。雅各书第4章第4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忠心。其实今天的圣经的经文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面向可以讨论，我们也可以讨论到基督教信仰当中所提的吃喝这件事情，也可以谈到上帝没有伤害人的事，也可以谈到所谓的忠心服侍，或是谈到上帝的所赐的灵，或是谈到这个欲望像昨天我们有谈到谦卑。今天牧师要从2个角度来切入，来一起分享。也就是说，忠心服侍跟上帝没有伤害服侍的人。我们在最近几个礼拜的主日分享里面，都稍微提到了说，基督徒应该要敬畏耶和华。这个敬畏的这个字来自于英文的翻译叫做 fear of God。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，说基督教信仰是不应该给人害怕的。
话是不错了哈，可是呢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，如果基督徒连上帝都不怕的时候，他能够做什么好事呢？他能够遵循上帝的旨意吗？敬畏上帝并不是指着说上帝一定会去惩罚人呐、审判人呐、去伤害人呐、置人于死地呀。虽然这些都是惩戒的一种方式之一，就如同诗篇23篇讲到你的棍、你的杖安慰我，这有教导的意思啊。但请记得处罚，或是审判，这是一个过程或是一个手段，但是它绝对不是敬畏上帝的目的，请记得这件事情。我们看到了西乃山下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听见了轰隆的雷声，光亮的闪电，他们就吓得要命。特别上帝又吩咐摩西，告诉他们说，这个西乃山下的某一个范围界限之内，他们都不能进去啊，进去的人就要接受处罚，甚至会死掉啊。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害怕上帝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告诉摩西，他们这样说：请你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定聆听。若是上帝向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会死。这是出埃及记20章19节。见到了上帝，听见了上帝的声音，就一定会死掉吗？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24章第9节到11节的记载，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。圣经记载说，上帝并没有伤害这些以色列的领袖，他们瞻望上帝，他们一起吃，也一起喝。意思就是说，摩西啦、亚伦啦、拿达啦、亚比户啦，还有连同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70位领袖，我们说长老们，这些老人家啦哈，他们去到山上，没有受到上帝的伤害，上帝也没有生气。不但如此，上帝还跟他们一起吃喝。为什么呢？根据昨天的经文，出埃及记第24章第1节到第8节，我们看到了他们在服事上有很好的传承，以及对后进的这个训练。以色列人民表达了愿意服事上帝的旨意，虽然是因为害怕而产生的敬畏之心，但终究他们还是因此可以表现出好的服事的生命。雅各书的第4章也提醒我们要忠心，不可违背上帝的旨意。那昨天我们提过的忠心服事，其实就是谦卑。雅各书提到的说，上帝敌对骄傲的人，赐恩典给谦卑的人，因为骄傲就是不把上帝呢看在眼里，当然也不会把人看在眼里。这样子一下呢，就犯了新的诫命当中的2条诫命，2条就是全部了啊。他们目中无人，也目中无神。这样的人绝对无法成为所谓的忠心的仆人，因为骄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而不是看重上帝的恩惠。他们看重了自己的荣耀胜过于上帝的荣耀，看重自己的需要过于他人的需要。基督徒应该怎么做？就是要亲近上帝，不要害怕上帝。我们记得在耶稣的比喻当中，那一位被称为不忠心、领了1000块的仆人，他就是懒惰，而且爱找理由。他的理由就是说，因为我害怕，然后呢，什么都不用做了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他说，
你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伪善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悲伤、哀痛、哭泣，要把欢笑变为哀哭，喜乐变为悲愁。要在主的面前谦卑，他就提升你们。请切记，要多多的亲近上帝，要多多的穿起围裙，我们说围兜兜，卷起袖子，卷起裤管，谦卑的服侍，那我们就可能可以成为那忠心的仆人。